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7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周四啊，这个 A 股三大指数啊涨跌不一啊，沪指创年内新高，截至收盘呢，沪指涨0.16%，深成指跌0.18%，创业板指数跌0.68%，沪深两市啊。成交额1.8万亿，这个成交量啊，配合还是不错的。但是遗憾的是啊，今天沪指啊是有一个长的上影线，对，你也可以说是仙人指路啊，对吧？你也可以说那个是吊颈线。今天啊叫放量震荡，这种走势也比较这个正常啊，因为在这个位置啊，马上就要挑战去年10月8号的这个新高啊，在这儿震荡也很正常。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如果过了这个新高呢，就是超过了去年10月8号这个点，我记得3670多点吧，那就这个指数啊恐怕要奔4000点去了。如果过不去，那就是在做双头啊 M 头，所以它在这儿震一震啊，这种走势也很正常。指数牛市啊一览无余啊，指数的慢牛。个股方面啊，2118只上涨，3086只下跌，这就意味着啊，散户想赚钱也挺难的。今天沪市啊一个比较大的瓜呀，当然这个不保证啊，咱们只是闲谈，当做一个耳闻趣事吧。那就是关于换方量化。这个说换方量化呀，有很多人不一定清楚，但是要说 DeepSeek， 那很多人就知道了。这个换方量化应该是 DeepSeek 的母公司吧，或者这么说吧，因为他们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呀。咱们就说换方量化跟 DeepSeek 它是一个老板，应该是这么理解吧。今年春节期间，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还说了啊，这个咱们的人工智能啊，全部是由股民、由金融消费者支持起来的。怎么支持的呢？对吧？这个 DeepSeek 的母公司啊，也就是那个 DeepSeek 的老板梁文峰，他控制了这个换方量化。这个换方量化就是胡适啊，对吧？这割韭菜神器啊，量化嘛。那今天啊，晚上就关于这个换方量化的传言，我只能说这是传言啊，大家一听未必是真的。说是换方量化市场总监涉案，牵扯老东家多人被查。财新报的招商证券大瓜，说财新8月6号的文章，换方量化市场总监涉案原委，牵扯老东家多人被查，详细的操作手法及完整版。财新出品啊，大概率是真的。说换方量化原市场总监李某，他出身于招商系，就是曾任职于招商证券，然后这个招商证券的财富总经理高某某年初啊已经被通报了，招商证券一个营业部老总孟某某超级大客户换方量化招商证券有经纪人返佣制度，这个李某啊孟某两个人分钱，说李某分了2000万，孟某分了8000万。这个2000万8000万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量化啊，在这个他的账户啊设，对吧，在招商证券这儿交易，那么不就产生大量的这个手续费、交易佣金嘛？然后那个按道理招商证券应该把这个钱一部分返给这个换方量化的公司，让它的交易成本下降。但是呢，这个招商证券是把这个钱呢返给了这个私人，就是李某还有孟某，他们两人一个是招商证券的，一个是换方量化的，两个人合谋啊，把这钱给分了。分了多少呢？说一共将近1亿啊，1个亿多啊。说李某分了2000万，孟某分了8000万，专户经纪人分了1000万。这个事情败露以后啊，说孟某给领导高某300万的黄金啊，求领导保密。然后这个领导高某啊，先把这个黄金收下了，后来一看这事儿大了，把黄金又退回去了啊。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正常啊，就是这种就是券商啊，经纪人返佣这种制度恐怕比较普遍，但是啊，用返这么多我是没见过，就说明这个量化太狠了。这个量化割韭菜，你看他这个钱量化就这么高的这个佣金啊，这量化还赚钱，就没听说量化赔钱的啊。尤其是去年前年行情那么差的时候，量化是不赔钱的，它永远是赚钱。不管是沪市涨还是跌，人家割的是韭菜。行情那么差的情况下，量化这个换方量化一样赚钱，而且就返佣就能返这么多，1个多亿，这什么概念？这钱都是韭菜的，都是金融消费者的，这钱都是由金融消费者来买单。所以说啊，这个金融消费者想在沪市赚钱多难啊！现在好了啊，现在因为沪市到了3600点，有一些人啊
赚钱了，那你不趁这个时候跑，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对吧？等到一网打尽，然后到时候要哭爹喊娘的，对吧？要国家救市啊！今天这胡适啊，没什么好说的啊，反正大家就看着他是做 M 头呢，还是一鼓作气冲过去年10月8号的这个高点，然后对吧？要去看一看4000点，这个说不好啊。但是无论它是哪种走势啊，作为韭菜啊，没有参与的价值。今天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广西的亮正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亮正女的事情呢，本来以为啊，这个画个句号，因为8月6号就是昨天啊，广西防城港奔驰亮正节何某某被刑拘5日，本来这个事情就画了一个句号，结果啊，这句号没画好，反而画了个问号啊，这个事情咱们又不值得专门花一集去讲它，在这里面说一说啊，因为这个亮正节这事，咱们也做了2个节目，对广西方面啊，这防城港什么调查组啊，调查的东西咱们姑且都认了啊。他中心思想不就是都是误会吗？见老乡本来是对吧？这个背后来一枪的，这当面就给你亮正，对吧？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原来都认识，我们都信了。我记得我在节目一直说啊，强调的就是这个亮正节最后怎么处理，要经得起检验。尤其是这个亮正节是经常亮正，还是这是第一次亮正就被人给摁住了？这个要说清楚。结果啊，这个广西防城港啊，那警方居然把句号深深的画成了一个问号。凤凰财经报道啊，他说8月6号，广西防城港奔驰亮正节何某某被刑拘5日。警方公开文书对其姓名隐私保护，但却引用了事件另一当事人平头哥李先生的全名，引发关注。涉事另一方李先生的人士告诉记者说，他本人有点懵，因为官方公布的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何某某的名字、证件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做了扫码打码处理，而李先生的姓名和车牌号却直接被公示出来，何某某的车牌号也被直接披露。8月6日上午，记者查询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现处罚决定书原文件确实直接写明了涉事双方的车牌号，同时还公布了发帖网友李先生的真实姓名。经媒体转载报道后，再次引发关注，直到12时37分左右，更改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才将两人的车牌号以及李先生的真实姓名隐去。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发稿，在广西公安执法公开公众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者查询到关于亮正节的处罚决定，何某某的名字被隐去，而李某某全名仍然可见。记者就此事联系到防城港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啊，此事建议以公告为主，随即挂断电话。记者再次拨通电话，工作人员说啊，具体事宜建议联系公安防城分局。之后记者联系公安防城分局，电话无人接听。对这个亮正节，对吧，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或者叫嫌疑人，隐私保护的很好，但是对这个举报的，对吧，这个李先生完全公开，这个是什么操作啊？你要说他疏忽吧，这也不像，你就是说啊，这个出文件的人忘了，那他怎么把这个亮正节的信息都给他隐藏了呢？你要说他是故意的吧，这好像也不是啊，他又把那个亮正节的车牌又露出来了，就车牌有没有这个做这个隐私处理？我呀，把这个防城港公安局的防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啊，仔细看了一遍，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啊几个点，我来说给大家听一听啊。就他不光对这些信息啊该隐蔽的没有隐蔽，他还有其他的事情，就让大家值得去深思的啊。首先一个，他说现查明2025年7月22号17时45分，违法行为人何某某啊，驾驶黑色奔驰行驶至，记住了啊，叫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熊饶饭店对面小路，与对向行驶而来的车牌啊什么的白色长城汽车会车时，与对方车辆驾驶员李天明发生争吵。这里面的重点是这个江山镇熊饶饭店。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以后看新闻呢，要多带个脑子，对吧？多带点疑问，要不然你就容易被别人带节奏啊，就陷入一种情绪之中啊，没有办法理性思考。我们通过这个白车司机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你看到那个黑车后方啊没有饭店，但是警方的通报却指出了就在饭店对面的小路上，说明什么？这个饭店就在白车的后方。
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奔驰女啊非常霸气的让人家往后退一退。就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如果说它后面也是一条很细的路窄路，那你让人家怎么退啊？你往哪儿退啊？对吧？退几十公里啊？一定它后方有位置，两个人为行车啊发生争执。我不是说这个争执对还是错啊，咱们就没必要抬杠，知道吧？有很多网友喜欢抬杠，知道吧？就是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女司机她就认为你就应该往后退，因为你后面是个饭店啊，有的是位置，你退回去我就过去了。这个男司机认为，哎，你就往左边错一点，往右边啊，你稍微下去一点，我也就过去了。我们俩人互相让一下，我就过去了。这就是两个人为会车发生的争执。哎，这个就符合了我啊前面几个节目里面的判断。那白车的后方一定是有会错车的地方，把一个小事啊搞大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这个争吵期间，侯某某顺手在其驾驶的车辆扶手箱位置拿出一本行政执法证，说并这个现在这侯某某啊，对方驾驶员要亮证。他这个写的我没看懂啊，他说并，那应该他省略了这个，他没写侯某某，也没写什么李某某。总之，要对方驾驶员要亮证。随后，侯某某向对方出示行政执法证。就是说，这个警方这个通报啊，让我感觉第一个，他就是想努力的啊，想告诉我们，这个侯某某啊是情急之下啊，是无意识的，就那种顺手在那个驾驶室那个扶手箱位置啊，正好是她老公啊忘了放在那个这个执法证放在那个地方，哎，他就顺手拿起来了，那不是这个蓄意的啊，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情急之下来。然后拿出来也没打算亮证啊，是被那个对方司机激的，对吧？对方司机说你亮证啊，所以他就把亮出来了，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通篇啊，这个处罚决定书给我的感觉，对这个亮证节那是绝对有偏袒，是想叫蒙混过关。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亮证上面，对吧？这个证怎么就落在他车上？他是第一次亮证，还是以前经常亮证？是遇到事就亮证，还是这真的是第一次？你要说他是第一次无心之过，这个估计网友是不会答应的，对吧？怎么看怎么不像是第一次啊？我觉得问题在这儿啊，再结合啊这个女的，对吧？她可以让派出所的民警啊连夜到这个南方农村的家里面去要求删帖，所以我们合理的推断啊，包括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个视频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合理的推断，这个侯某啊她老公应该在当地啊有点势力，是个蛇，地头蛇打个引号啊，就是他在当地那肯定有很大能量，但是这个能量有多大呢？也不至于太大，估计是吧，在当地这个县城或者镇上那都是关系网，对吧？他是2级消防士嘛，就是她的老公啊，那2级消防士是这个十有八九又是退伍的，我合理推测啊，那对吧，又是在消防上上班，那肯定亲戚朋友同学战友估计在那个地方不少。而这个开白色长城车的这个李某某啊，他在南宁上班，一直在南宁搞那个早教机构，也就是他再厉害，他只是个强龙啊，强龙不压地头蛇。从那个侯某某他的这个气势来看啊，就是地头蛇，心想哇收拾不了你了，对吧？一看你那个车牌就是南宁的嘛，不是本地车嘛，这一片不都是我说了算吗？很多人没有跟这种人打过交道，就不知道这种人的这种叫霸气，叫自信。哎，我跟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啊，好几个，就是而且是各方面的。这个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我说不能喝了，我少喝一点，喝多了容易喝醉了容易出事啊。然后对方啊，他们就特不理解，就感觉特别这个接受不了。他说在这个地方还会出什么事呢？就是这种，就是那意思，就这个地方你就把天翻过来都不要紧，他能给你扣过来，都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叫地头蛇，对吧？你没跟他打过交道，你就不知道他那种自信和气势，对吧？你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杀人放火啊，都没事啊。从这个亮证节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啊，这个当地的出了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你隐隐约约就能感觉到背后是有一股力量在帮这个亮证节在操作啊。即便顶着网上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即便顶着什么工作组啊，照样还有人在里面。大家想象一下，既然这个派出所说了啊，你在网上泄露人家这个车牌号，就是泄露人家隐私，那涉嫌什么治安处罚法等等啊，那你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里面直接就把两方的车牌都给泄露了，那你这个是不是也要抓起来啊？是不是也是涉嫌，对吧？泄露隐私啊？你不是上门让人删帖吗？不就是因为人家暴露了那个车牌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吧？这个查这个李某某非常快，上门删帖，但是公布这个侯某某的身份就非常慢，对吧？这个李某某去报警，然后就是各种推诿，对吧？侯某某报警立马
亲自上门，对吧？跟着后面不惜在农村里面出警，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过了，农村里面出警其实挺麻烦的，但跟城市不一样，就这样人家也对吧，不辞劳苦，跟着何某海的真就上门。所以你要说这个何某他在当地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关系一定是她老公在地方小有势力。大家也知道像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出这种处罚决定书，不是你敲完了之后，对吧？你在电脑上叭打完之后就盖个章就能发出去，它有一套流程呢，对吧？有文秘或者秘书或者谁去起草把这拟好之后，经办的警察要看要签字，完了之后他的领导要看要签字，指导员要看要签字，在上面的一把手要看要签字，甚至还要向上级机关，对吧？还要去发过去，要报备，就是多少人看呢？至少7、8个人看呢，这7、8个人都没有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吗？那你说他的业务水平都多差呀？他们是天天看着玩的，就这个是他们的专业对吧？如果说一个人那容易出错，对吧？谁都有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你是层层把关，你还能出这样的问题，那只能说明这个何某这个亮正杰能量不小，就是有人就是故意的。所以通过这个事情，至少说明2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些落后对吧欠发达地区你最好别去，你到那儿去讲不了理，强龙不压地头蛇，对吧？你就是法条背得再熟没用，入乡随俗第二个就是你说像这些地区，这个基层要多烂有多烂，要多差劲有多差劲，这个事情要想查明白也不难，又得要提及，对吧？调查以后就养成了个习惯你任何事情只要有舆论有舆情，你就必须要提及调查，那自己查自己是查不清的。一个更像是站着在当地有关系，拿着这个所谓的执法证，对吧？横行乡里的这么一个事，被轻描淡写成情急之下无意中都是巧合嘛。双方认识，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是巧合。第二个，她老公正好把那个执法证就忘了拿了，在她车上，这也是巧合。然后这个女的情急之下也是巧合，正好在手扣那儿，对吧？公路箱那儿把那个证就拿出来了，都是一连串的巧合导致的。绝不是这个人经常拿着这个证横行乡里。行政拘留5天，这个5天他说正合适合适不合适咱也不知道。但是今天好像有个新闻巧了，这个央视报道说又是广西就这么巧，这也是巧合由广西南宁开往北京西的 T290 次列车上乘警巡视时发现车厢内有旅客在争吵，经了解，旅客郝先生的座位被女子李某强行霸占并拒不归还，乘警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劝阻，并告知其霸座行为属违法行为。李某依然态度强硬，拒不配合。警告无果后，乘警将李某依法控制。列车到达北京西站后，乘警将旅客李某移交至北京西站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李某对自己霸占他人座位的行为供认不讳，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就是说你在火车上霸座占座这个行为，行政拘留7天，但是你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给你行政拘留5天，也就是你占个座这比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要严重。是不是这意思我们再聊聊胡静老师最近有点飘，他今天发的这个评论非常多，其中有一个评论呢就说到最近悲剧比较多，坠楼等悲剧和极端事件时有发生他说如今经济下行压力不小，互联网上是非很多，说老胡主张社会要重视治理悲剧背后的原因，同时要帮助人们心理更强大，综合实力。这个晚上7点的节目没有说经济下行压力大呀，不都是稳中向好吗？这胡静老师有点飘了他居然说经济下行压力不小，这个跟官方的口径一致吗？是不是胡静老师说漏嘴了，赶紧要回去对吧修改？都是稳中向好GDP 还是5%而且这个可支配收入都在增长各行各业都传来了好消息哪有什么经济下行压力不小所以说胡静老师这个在危险的这个边缘疯狂的试探，我感觉胡静老师离出事不远了，要这么下去他后面还有耸人听闻的关于这个社保新规9月1日起施行，他谈到说我们当下经济基本面上存在内卷的严重问题，很多行业在压低
成本、拼价格战。现在即使在北京去大商场连锁餐馆吃饭，通过网上平台点一份挺丰富的双人套餐，大多也都在100元以下。40元以下的自助火锅比比皆是，便宜当然好，但不能不说，这便宜有相当一部分节省下来的是成本啊，是从员工身上挤出来的。这个胡静老师啊，有点那么何不食肉糜的意思啊！双人套餐100元，这个胡静老师啊，他的退休金2万，吃这个100块钱的，那当然不叫事啊，当然觉得很便宜啊。但是你要知道，北京有很多人不就5、6千一个月吗？5、6千一个月，合着平均一天也只能花200啊，中午一顿100的，晚上一顿100的，正好全吃干净，那还得住啊，往哪儿住呢？40元以下的自助火锅比比皆是。就是胡静老师他这个退休金2万，看到的这个物价很便宜，那是相对他的收入、他的退休金而言，这很便宜。但是你要相对那些啊，兜里没揣几个钱跑到北京北漂的，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的，对吧？还有在北京啊，一个月拿5、6千的、6、7千的，这比比皆是啊，这些人，而且拿个6、7千的，这是大多数人。我记得北京的这个可支配收入一个月也就1万多，里面还有很多是胡一金老师这种，对吧？退休金就2万多，那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啊的工资恐怕也就5、6千，刚去北京也就这水平，或者6、7千的，或者7、8千的。胡一金老师觉得物价便宜，那当然对他们来说呢，关于社保，对吧？当然每个人都要交，这是义务。问题是现在到了已经底层牛马他交不起的地步，对吧？已经压榨的他没法再交了。无论这个钱是转移到餐馆身上，这个小企业身上，还是由牛马自己承担，都承担不起。实际上应该是由大头来想办法解决。怎么解决呢？对吧？咱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过，正好趁着这个社保的事情，把分配啊调整一下。就是胡一金老师这种，你就不要再涨了，对吧？甚至如果有条件的话，给他还降一降。然后现在正在交社保的年轻人要少交一部分，对吧？他本来现在生存压力就非常大，对吧？把他的要缴的，包括企业背着的，对吧？给他打个8折，往下降。那这中间缺口怎么办呢？缺口就大头，对吧？你少浪费一点，对吧？大头来补。然后你发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不要再涨，对吧？就是胡一金老师这种的，这些人不要涨，然后给那些低收入的涨，对吧？那一个月才140的，给他涨个100块，对吧？结果通过这种调整，让这个社保更加合理，让每个人都要上社保。这个年轻人啊，现在很多这个餐馆打工的，对吧？这些灵活就业者，他为什么不上社保？因为他没钱呢，他每个月就赚3000、5000的，那点钱正好够吃饭、够生活。你让人家他生活就生活不下去，对吧？你让企业交，企业就要关门。按照胡一金老师的解释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胡一金老师这个退休金啊，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可没交这么多社保啊。胡一金老师刚上班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交的社保是很少的，但是他现在拿了这么多，那这个差价部分从哪儿来的？他这个差价部分就是餐馆节省下来的成本，也就是这些餐馆啊这么便宜，节省下来的成本并没有到员工身上，反而是到了胡一金这样的老干部身上。应该仔细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内卷？因为内卷节约下来的钱，对吧？流向哪里了？反过来说啊，正因为那个地方在疯狂的吸血，导致内卷，对吧？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